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今仔日來講桶箍。桶箍就是用來箍桶仔的，甲一條一條的枋仔夾起來，做成茶桶，鎖落去，用桶箍甲桶仔圍起來箍起來，安尼桶仔才袂拍四線。桶箍一般是用藤、竹篾仔，也則是鐵線螺做的。桶仔若無桶箍，就無法度成桶。可見這個桶箍有偌爾啊重要才好。所以才有一句俗語講：桶無箍會散，家無主會亂。桶箍的角色通常是一個領導者、溝通者，伊愛溝通無同的觀念，整合無同的意見，凝聚着眾人的意志，甲大家團結做伙。嘛愛佇個無同的團體甲個人之間穿梭溝通，縱橫捭闔。伊佇因的黨真有分量。黨員攏希望伊會當做桶箍，甲大家箍好我，安尼規個黨才袂散噴噴。在野黨講合作，但是就是要一個有夠力的桶箍出來整合，所以尾啊合作破局。今仔日的台語字桶箍實在真趣味。